我是杨慧萍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杨慧萍讲故事。慧萍要讲的这个故事，是我家己一直足介意的故事。我捌逐天下暗要困的时，拢听甲困去，嘛听甲甲规个故事背起来。这个故事是小王子。小王子，作者安东尼·圣埃修伯里，台语翻译作者杨慧萍。杨慧萍音声工作室制作。小王子，伫咧我6岁迄一年，捌看过一本故事册，册名号做《大自然的真相》，内面是描写关系到原始荒野的生态，其中有一幅图真显头，迄是一尾银蛇，用身躯伫咧咬一只枪，佮甲枪吞落去腹肚内的情景。册顶头讲，银蛇靠甲身躯求互安通假死蜡物，连步都无步，就吞落腹内。刷落来，银蛇会规半年哪困哪消化腹肚内的蜡物，无法度刷振动。几落摆，我甲这段惊险的荒野奇事详详细细想搁想，搁甲伊用彩色铅笔画落来。我感觉家己画甲真成功，搁甲伊变做是第1号绘画作品。我甲我的作品摕互大人看，问因敢会惊？因甲我应讲，惊？一顶帽仔有啥物好惊的？我画这毋是一顶帽仔，是一尾长咧消化一只枪的银蛇。毋过大人拢看无，我着搁另外画一张图，甲银蛇的腹内画出来，互大人会用个看清楚。我甲伊变做是第2号绘画作品。这一摆，大人总算有反应啊！因讲，毋管有看到腹内无，以后莫阁画银蛇，应该爱注心伫咧地理、历史、数学和文学才对。因为安尼，伫咧我6岁的时，我着放弃以后可能会是一个伟大画家的机会。第1号和第2号作品的失败，互我袂阁想要举笔画图。有一寡代志，大人毋捌，颠倒需要囡仔解说互因听。大汉了后，我选择驶飞轮机这个头路，我会用的算是全世界飞透透。地理学的知识嘛，真正对我真有帮助。我敢若目睭溜一下，就知影家己是伫中国大陆
也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天顶，若是暗暝伫天顶找无方向的时，安尼的知识是真有路用的。一世人，我捌交陪过袂少关心大代志的人，嘛捌伫咧集会五色的社团甲人搬烂。我捌就近真足观察因，结果嘛无改变偌济我对因的看法。有时阵，当着看起来较有见识的朋友，我会摕我一直留伫身躯边的第一号绘画作品互伊看，嘛毋望有人会当看有我伫咧画啥物。要毋过，毋管是查甫人，也是查某人，因拢会讲，这是一顶帽仔。刷落来，我就袂过含伊提起印蛇、原始荒野，也是天星的话题。我会含伊讲关系牌仔、山球、政治、含领大的话题。迄个时阵，伊会真欢喜，当着一个遮尔捌认真世事的人。